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1日星島頭條。港鐵日前將何文田站 A 出口嘅指示牌由廣為人知嘅愛民邨同何文田邨改為新落成樓盤朗然峰，引起當區居民不滿。港鐵今日已經將指示牌重新調整，加返兩條屋邨名，指示牌變成何文田邨、愛民邨、朗然峰。有居民近日就喺網上質疑港鐵呢個舉動係幫樓盤賣廣告，並未顧及大部分市民同埋長者嘅需要。事件喺網上引發正反兩極嘅激烈討論。該居民就質疑該樓盤並唔係呢個出口嘅主要建築，仲認為如果呢個都算得係主建築，咁落成咗半世紀嘅愛民邨算咩呢？港鐵其後解釋，呢一類指示牌空間有限，冇辦法盡錄所有資料，所以選擇車站附近嘅主要街道、建築物或者可以作為路標嘅地方名稱放喺指示牌上面。由於朗然峰係 A 出入口嘅主要建築，所以呢個出入口嘅燈箱就以朗然峰作顯示。不過居民對於呢個說法就唔收貨噃。事件亦都引起政界關注。曾經擔任九鐵主席嘅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呢個安排離晒大譜，欠缺政治智慧。佢尋日透露，港鐵高層收到佢嘅意見之後，已經承諾會更改指示牌，同時包含兩個屋邨同埋私樓樓盤嘅名。田北辰同埋九龍中當區立法會議員李慧瓊今朝早上喺社交平台上載圖片，可見 A 出口嘅指示牌已經加返愛民邨同埋何文田邨。田北辰指今朝7點收到港鐵常務總監楊美珍回覆，可見指示牌已經改返啱。佢指港鐵得知事態嚴重之後做得到盡快止血，並且將朗然峰放返去最後，體現歷史先行，認為港鐵動作夠快，值得讚賞。李慧瓊係九龍中地區直選候選人，同區候選人仲有楊永傑、邱耀成、楊諾軒、譚麗儀、李超宇。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1日星島頭條。長沙灣發生雙屍命案，今日清晨6點幾，元洲村元樂樓一名保安員巡邏期間，發現大廈18樓其中一個單位傳出異味，多次敲門但係冇人應門，所以報警處理。消防員接報趕至現場，利用工具將單位大門爆開，發現有2名男子倒臥屋內，經救護員檢驗後，證實2人已經明顯死亡。消息指2名死者姓楊，係兄弟關係，其中兄長67歲，弟弟59歲，現場留有遺書，警方暫列屍體發現，正調查事件，初步冇可疑，稍後5公會將屍體移往殮房待驗。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0日香港01。2名男警及1名退休人士涉嫌冒充國安處人員，向另一名男子表示接獲廣東省國安處消息，指佢牽涉一宗詐騙案，要求對方交錢。3人各被控一項串謀欺詐罪，案件原定今日喺區域法院開審。控方指首被告同第3被告有永久擱置聆訊申請，因為可能涉及國安嘅敏感資訊，故共同申請將該部分改為不公開聆訊。暫委法官彭亮廷基於上述原因，認為法庭應該持謹慎預防態度，接納情況符合有關條例，批准該申請喺內庭處理。被告李雪輝58歲退休人士，鄧許陽30歲報稱公務員，莊港偉46歲報稱公務員，同被控一項串謀欺詐罪，指佢哋喺2022年2月14日至2022年5月24日期間，串謀以不誠實手段詐騙張田同埋交出款項，以結清深圳南波浮法玻璃公司同中科創新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之間嘅交易。正如3人向張虛假表示佢哋係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所表明。李雪輝另外被控一項假冒公職人員罪，指佢喺2022年4月1日喺香港中環麥當勞道豪華閣22樓假冒公職人員，即係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所。控方指就有關首被告同埋第3被告嘅永久擱置聆訊申請中嘅陳詞有可能涉及國安敏感資訊，故此認為以非公開形式處理較為合適。控方同埋2被告都要求有關部分轉為不公開聆訊。控方繼續引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指，雖然而家未有足夠資料反映係同國安資料有關，但係已經有相當可能性出現，認為有所擔憂，申請係出於預防性嘅考慮。控方繼續指，基於該條文所指嘅其他正當目的，如果法庭覺得有需要，可以命令以非公開形式進行審訊。暫委法官彭亮廷考慮到呢個申請有機會觸及敏感嘅國安資訊，
認為法庭應該持有謹慎嘅預防態度，接納情況符合有關條例，批准永久擱置聆訊嘅申請，以非公開形式進行。該申請完畢後再作進一步指示。行官強調會謹記刑事審訊應該以公開嘅形式進行，並開放與公眾參與。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0日星島頭條。秀茂坪寶達邨達顯樓一個單位，今日晚上7點幾，有一對年輕子弟懷疑因為屋企嘅清潔問題互毆，15歲嘅細佬出手同埋立風扇，18歲嘅家姐就立菜刀，最終姐弟兩敗俱傷，同告被捕。警方今日晚上7點23分接獲兩子弟嘅屋企人報案，只懷疑佢哋兩個曾經喺屋企打交。警員接報到場調查，相信子弟曾經因為屋企嘅清潔問題而發生爭執。15歲嘅細佬以手同埋風扇襲擊家姐，18歲嘅家姐就用一把長約15厘米嘅菜刀襲擊細佬。事件中，細佬頸部受傷，家姐雙手擦傷，清醒分別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同埋聯合醫院治理。細佬涉嫌襲擊而致他人身體受傷被捕，家姐就涉嫌傷人被捕。佢哋現正被扣留調查，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第5隊跟進。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1日港新聞 Con News 嘅 Threads 全文。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宣布，第8屆立法會161名參選人全部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包括以空降競逐功能界別旅遊界嘅奧運女子重劍金牌得主江文慧。資格獲確認之後冇幾耐，江文慧就喺社交平台公布佢嘅候選人編號，但係因為誤寫參選界別，佢得咗一個號碼係 M1，佢仲公布咗出嚟。相關貼文發布咗大概1個鐘頭之後就即刻刪除咗，再隔多1個鐘，江文慧重新發文，改為正確表述自己係旅遊界參選人。旅遊界參選人包括馬日超。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9日岸 CC 東網。國家計算機病毒應急處理中心星期日發布技術分析報告，指出 Nubian 礦池2020年遭到黑客攻擊，被竊取屬於柬埔寨太子集團主席陳芝超過12.7萬枚比特幣。報告估計今次嘅事件似乎係國家級黑客組織團操盤嘅精準行動。報告提到 Nubian 礦池喺2020年12月29號因為比特幣錢包地址施約生成存在偽隨機數漏洞，喺2個鐘頭內就遭到黑客暴力破解，失去巨額比特幣。同其他類似情況唔同嘅係，該批比特幣之後4年幾乎喐都冇喐過。喺2024年6月，終於被轉移到由美國政府控制嘅錢包地址。美國司法部10月14日針對陳芝提出刑事指控，並且宣布沒收12.7萬枚比特幣。根據技術溯源顯示，美方沒收比特幣同2020年 Nubian 礦池被盜嘅資產高度重合，而且鏈上流向直接指向美國政府錢包。報告認為事件唔符合常規黑客嘅牟利模式，更加似係由國家級黑客組織策劃嘅長期行動。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0日 ReNews 嘅 Facebook 專頁。近年政府屢屢出手整頓文化界，作為唔少香港電影導演搖籃嘅鮮浪潮國際短片節，舊年起亦都唔再獲藝術發展局資助，短片節規模要縮減。喺財政困難之下，第19屆鮮浪潮將會喺年底舉行，由12月5日起至12月28日，將會放映1部開幕長片、1部開幕短片同埋25部本地及國際短片。主席杜琪峰喺節目指南中撰文，指現今香港無論電影界或者文化界都持續湧現各種困難，但係有困難就唔代表要止步。鮮浪潮經歷風風雨雨，仍然決心繼續前行。雖然鮮浪潮冇辦法好似以往咁喺6月舉行，但大致上影響唔大。往後會量力而行，幾時可以多做一屆，就幾時會再出現喺大家眼前。杜琪峰又指出，每一波浪潮拍岸，即使轉眼即逝，最終都會以新嘅模樣捲土重來。寄語年輕嘅電影人，除咗要有毅力，亦都要練就紮實功底，視野、知識、技術都要加強迎接挑戰，亦都要面向國際，爭取同唔同嘅平台合作，發掘機會。又感謝劉鑾雄慈善基金同埋香港電視娛樂一直支持，以及捐款嘅善長仁翁同埋贊助者，令到今屆鮮浪潮能夠順利面世。今屆鮮浪潮開幕電影係越南導演黃振成嘅《越南越愛》。
開幕短片就係第17屆鮮浪潮最佳導演余淑培嘅新作《肚子有風》。另外會放映本地競賽單元8部參賽作品，以及17部國際精選短片。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1日 ReNews 嘅 Facebook 專頁。政府繼續出招谷投票率，勞工及福利局宣布會向各區長者中心及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提供一筆2萬蚊嘅資助，便利中心嘅長者、殘疾人士同埋照顧者去投票。包括喺選舉日當日，全港各區嘅長者中心同埋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會安排車同埋工作人員接送長者、殘疾人士同埋照顧者去票站投票，並且喺照顧者去投票期間提供看顧服務。勞工及福利局喺網上發文，指上星期同6大慈善團體，即係東華三院、保良局、仁濟醫院、博愛醫院、九龍樂善堂同埋仁愛堂舉行座談會，探討點樣發揮慈善團體嘅力量，支持立法會換屆選舉。而6大慈善團體今日就宣布堅定支持立法會選舉，並且有一系列措施，包括喺各單位同埋社區協助宣傳，推出彈性工作安排，並且為已經投票嘅員工提供半日嘅額外假期等等。而勞福局就會向長者中心同埋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提供2萬蚊資助，便利長者、殘疾人士同埋照顧者去投票。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1日星島頭條。TVB 全新旅遊節目《帶阿姐看世界》自從籌備以來，憑住阿姐汪明荃夥拍幾位年輕男藝人，包括阮浩中、周家樂等等，暢遊世界嘅嶄新組合未播出，已經喺網絡上掀起熱烈討論。汪明荃日前再度出發去不丹，同行嘅神秘男嘉賓令到網民更加期待啊！帶阿姐看世界嘅團隊早前已經完成多個地方嘅拍攝，每到一處，汪明荃都同唔同嘅年輕男藝人合作，擦出唔少火花。而最新一站嘅目的地係不丹，出發之前，節目組一直對同行嘉賓保持神秘，謎底終於喺汪明荃嘅 IG 之中揭曉啦。佢今日上載身處機場嘅合照，並且寫住帶阿姐看世界出發去不丹，嘉賓係家英哥、周奕偉、周家樂、阮浩中嚟送機，好有心啊！而喺相裏邊就見到羅家英一身休閒裝束，同汪明荃一齊着上粉紅色衫示人，兩個人同3位後輩開心影相，氣氛溫馨。而周奕偉亦都喺 Facebook 分享照片，表示係送機三子喎，並且祝汪明荃旅途愉快啊！羅家英嘅驚喜加盟，無疑為節目增添咗一大亮點。汪明荃同羅家英結婚多年，係圈中嘅模範夫妻，但係一齊拍旅遊節目就係第一次，觀眾都好期待兩個人喺旅途中嘅互動。對於呢一個夫妻檔組合，網民反應熱烈，紛紛留言表示支持同埋期待。由於之前羅家英曾經大爆同老婆汪明荃係實行 AA 制好多年，今次一齊外遊就可以使 TVB 錢，引嚟網民搞笑留言話今次唔使 AA 制啦。更加有網民笑指帶阿姐看世界拍攝汪明荃同羅家英外遊，係咪變相拍戀綜啊？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1日韓 CC 東網。內地25歲男子張某因為爸爸曾經家暴佢而同佢素有積怨。後來佢為咗提高顏值，以求從事自媒體行業同埋成為網紅，曾經多次整容，更加想買咗爸爸居住嘅單位，但係被拒絕。張父前年5月同佢有說教嘅時候，遭張某以20多刀斬死。一審法院以張某故意殺人罪判處佢無期徒刑。內媒星期一引述裁判文書指，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駁回張某嘅上訴，維持原判作為終審裁定。判決書顯示，張某前年5月就已經產生弒父嘅想法。案發前去到媽媽屋企食飯嘅時候，拎走一把菜刀作為作案工具，並且多次喺手機瀏覽搜尋相關內容，預謀行兇。張父喺事發當日去到張某屋企，又同佢說教。期間，張某趁爸爸唔覺，拎出準備好嘅菜刀向其頭部、面部連續砍揮，之後更加換上另一把菜刀割佢嘅頸部，令到佢當場死亡。張某之後清洗2把兇刀，並且將屍體周邊同埋走廊嘅血跡清理乾淨。張某再去媽媽屋企坦白情況，民警到達現場後喺張某屋企將佢拘捕。
一審法院考慮到張某有坦白情節，本案屬於家庭內部糾紛，引發矛盾激化所致，以故意殺人罪判處佢無期徒刑。張某上訴提出，一審判決未認定自首不當，而且佢嘅爸爸經常對佢實施脫離現實嘅說教、打罵，存在刑法意義上嘅過錯。二審法院綜合評析之後認為，張某缺乏將自身置於司法機關控制下嘅自願性同主動性，唔應該視佢為自動投案。而多名證人證實張父係有家暴行為，但喺案發時張某係具備獨立生活能力嘅成年人，應該採取恰當方式處理。張父日常嘅言語不當或者輕微肢體打擊行為，並未達到刑法意義上過錯嘅程度，故此二審法院唔採納該上訴理由同埋辯護意見。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1日漁民新村嘅 Facebook 專頁。今日出版嘅《東周刊》以蘇永康神秘女知己曝光，海旁浪漫談心斷正為題作大封面，而小題分別就係溫馨掃背，十指緊扣甜蜜啜奶。內文又稱女知己係嫩版鄧麗欣喎。雖然有拖手同埋掃背相，蘇永康又係有婦之夫，但係報道唔敢直接寫蘇永康偷食，成篇嘢要讀者自己意會。又硬係用好似冇乜殺傷力嘅女知己去稱呼，本身都幾鉗下噶啦。然後去到下晝，東周刊就將網上報道下架，因為俾網民督爆蘇永康斷正當晚嘅裝扮係2014年為中華小姐環球總決賽嘅造型，件衫屬於 Givenchy 14年嘅秋冬款，即係 Riccardo Tisci 年代最後期嘅作品。Fashion 界網民表示，對於一個時裝精嚟講，你老屈佢霉到要着10年前嘅過季舊衫，真係可能炒過話佢偷食100倍啊！呢一單可說為近年傳媒炒車之最嘅事件，擾攘到傍晚6點幾，蘇太 Anita 就喺 IG Story 貼出夫妻合照撐老公啦，仲話夫妻感情非常穩定，但係暗示老公婚前係多女埋身嘅。一早瞓醒發現一個有趣嘅考古報道，記者朋友真係厲害啦！將我哋婚前嘅古蹟都挖埋出嚟。第一，多謝大家關心，我哋夫妻感情好穩定。第二，2014年我仲未正式成為蘇太太噶，所以呢個係蘇先生婚前嘅一段小插曲。最後，2014年同蘇永康結婚嘅蘇太大讚老公，話佢當年魅力沒法擋，暗示老公婚前百厭多女，但最後就俾自己收服。蘇太，你贏啊！歡迎嚟到讀聽新聞，以下內容來自11月12日香港01。本港網絡流傳一段影片，指港鐵東鐵線列車內有2名男子打鬥，上演一場東鐵 MMA，拳來拳往，不斷揼個頭，從一邊車門打到另一邊車門，乘客爭相走避。影片最後，其中一名白衣大叔被打低喺地上，另一名黑衣男就連環拳頭補刀。有男乘客終於衝出嚟阻止，最後雙方停戰啦。影片就引來網民熱議，報警啦咁好抽。又有網民笑言：啊，真男人啊，one on one啊！我淨係留意到白衫叔叔嘅耳機好穩陣，全程都冇甩。影片片長24秒，見到當時就日光日白噶。港鐵東鐵線列車內，一名戴住耳機嘅白衣大叔正向一名黑衣大叔連環揮拳，冇幾耐，黑衣大叔就還擊啦。白衣大叔節節敗退，俾人揼完心口就揼肚墩，仲揼埋個頭。當時車上有唔少乘客噶，嚇到大家都走開，亦都有人乘機就舉機拍攝啦。兩個人從左邊車門打到右邊車門，白衣大叔出力反擊，同黑衣男角力，被黑衣男抱頭180度用力揼咗喺地下。不過黑衣大叔並冇停手啊，即時連環揮拳暴打跌咗喺地下嘅白衣大叔，大叔唯有伸手抵擋啦。呢個時候有男乘客衝出嚟制止，好啦好啦好啦，唔好打啦。黑衣男停手行開，甩鞋嘅白衣大叔就緩緩企起身。去到呢度條片就完咗啦。網民睇過影片議論紛紛，就話報警啊嘛，點解咁中意打交啫？亦都有網民笑話，全程用手唔用腳，冇插眼冇撩陰，可謂君子之交啊吓！不過無論咩原因都好，有嘢慢慢講，唔使喐手嘅。如果你喜歡我哋嘅內容，請訂閱、
分享同埋讚好我哋嘅片，俾啲鼓勵，等我哋更有動力做好呢一個頻道。